幾經辛苦，終於揾到個 friend 借到呢一部未 update 上 ISO 26嘅電話，即刻拎佢翻嚟拍埋呢條片。Apple 更新咗之後 ，Memoji 呢個公仔就真係唔撚見咗。好撚傷心，呢個公仔頭真係得來不易，所以今條片可能係我同公仔頭最後一次同大家見面。希望將來有一日佢可以重出江湖，再次見翻大家。因為呢部電話係10仔嚟嘅，都非常之有歷史，同埋佢個顏色都係有啲歷史嘅，所以畫質可能都係爭少少，大家就將就下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耐冇見，我係港媽。2026年第一個新突破就係同大家介紹美容院。一直以嚟真係非常之多人問我有冇美容院介紹，我都堅持唔介紹嘅原因好簡單，我喺呢行做咗咁耐，真係知道太多內情同太多細節，絕對唔係3言2語就可以講到俾大家知。而我最唔想嘅係因為大家信我睇咗呢條片，跟住去嗰一間美容院做村民，最後遇到唔愉快，甚至出現一啲你同我都唔想見到嘅問題。正正因為咁，我一直都唔同美容院合作，亦都唔會介紹。就算我知道同美容院合作嘅酬勞係可以非常之高，但係只要唔符合我心目中嗰份安全感，我係唔會接嚟做嘅。介紹護膚品又好，開箱乜都好，你買錯咗，頂多都係一次性嘅代價。但美容院唔同，講緊可能係一段延續，或者一個未必兌現到你嘅承諾，甚至你要一次又一次翻去繼續做你其實唔想做嘅村民。而服務質素往往就係我覺得最難控制，亦都係最影響體驗嘅一環。高質素同低質素喺體驗上真係一試就知。今次破天荒有呢條片，係因為我同京師醫療中心真係拉鋸咗好多耐。我好清楚每一間美容院背後都有佢哋自己嘅難處，但就算我理解你哋嘅困難，都唔會因為咁而降低我自己嘅要求。所以一開始我就講到明我嘅立場係點，我嘅底線係咩，所有嘢都要清清楚楚，絕對唔可以含糊。當然我都要好多謝佢哋今次嘅邀請合作。嗱，佢哋真係有慧眼，識得揾我呢啲真專業嘅人合作。我講嘅每一句目的都只係一個，希望有需要嘅消費者可以放心咁樣去做村民，唔使擔心被黑 sell， 亦都唔使驚俾人韞住喺間房度出唔到嚟，更加唔使驚有人會逼你買 plan。最理想嘅狀態就係真真正正做到100% 單次性消費，你想試就試，唔想做就閃人。同時我都希望京師醫療中心可以憑佢哋嘅透明度同埋服務質素，吸引到真正需要亦都認同呢一種做法嘅客人。如果可以做到觀眾睇得安心，品牌得到應得嘅支持，而我又可以講到真說話，嗱，呢一點好重要㗎。大家都係成年人，應該好輕易就睇得出邊一啲係講緊真說話，而邊一啲就係條片都喺度扮緊講真說話。如果咁大個人你都唔識分真假嘅話，咁你就繼續抌錢落去啦。所以能夠做到以上嘅結果，就係我心目中最理想嘅3嘢。大家喺 YouTube 上可能都見過唔少人介紹呢一間美容院，但我想講今次我嘅介紹絕對唔同你喺其他影片見到嘅內容。呢條唔係廣告式廣告，完全冇公關稿。不過我啲片呢，一向都係冇稿嘅，條全撚部都係我自己講嘅，唔係劇本式故事。所有內容都係我親自同京師醫療中心逐樣傾、逐樣核對翻嚟，完全係跟住我嘅要求去做。你而家睇緊嘅係最透明、最實在嘅介紹版本，我會直接話俾大家知點解你哋可以考慮去呢一度做村民，佢哋嘅機實際做到啲咩，而你又應該期待啲咩呢？講咗咁耐，究竟係介紹咩村民呢？今次會同大家介紹脫毛。如果你對脫毛有興趣，乖乖地睇晒成條影片，着數一定預留埋俾你。講呢啲專業嘅嘢就真係要認真少少，大家唔好預期呢條片會好好笑啊！有嘅，有笑點，後面有一個我真正舐嘢嘅實例話俾大家聽。不過想笑之前，大家認真啲睇咗上邊呢一 part 先同大家講一個最常問嘅問題：幾時開始脫毛係最好？我覺得任何時候都係一個好開始，因為脫毛本身就係一個循環過程，越早做你就會越早見到成果。但係如果要揀一個所謂最啱嘅時機，我會話係秋天。由秋天開始打到差唔多夏天，毛髮有機會已經甩到七七八八，到時着背心、着短褲、去游水，你就會知道冇晒毛髮嗰種乾淨同方便係幾咁好。第二個最多人問嘅就係要脫
脫幾耐先至有效。其實毛髮係跟住毛囊周期去做，每次打到嘅都係處於生長期嘅毛髮，所以唔係打一次就會乾淨，而係一輪又一輪咁樣將佢慢慢減少。一般嚟講，第一次做完已經會見到毛髮柔軟咗、幼咗同埋生得慢咗，去到第3至4次成效就會再明顯啲，而去到第6次左右，通常都可以減到七七八八。但係要講清楚，每個人嘅荷爾蒙、皮膚、毛囊密度都唔同，所以效果係一定有差異。呢個唔係戴頭盔，而係根據皮膚學嘅運作去解釋俾大家知。脫毛係有效，但係要循序漸進，只要跟住周期做，效果係一定會有。脫毛真係唔係個個人都一樣快見效果，有啲人打2、3次已經覺得哇好明顯啊，但係有啲人打好耐先至開始睇到嘢。點解會咁嘅呢？第一，荷爾蒙，如果你本身荷爾蒙係比較活躍，例如多囊卵巢、壓力大、成日捱夜，又或者食緊某一啲藥，毛囊就容易重新活躍，所以你會覺得脫極都仲有。呢個唔係儀器嘅問題，亦都唔係治療師嘅問題，係身體狀態決定你嘅成效。第二，毛囊密度，有啲人天生毛囊密啲，咁就會覺得打極都仲有毛髮，但其實係要一層一層等佢慢慢咁樣脫落嚟。跟住講下大家最關心嘅深色毛髮同淺色毛髮、粗毛髮、幼毛髮，到底邊個會脫得快啲？好簡單，激光係追黑色素，深色加粗毛髮係最容易吸光，一吸到光，熱能就會直接入到毛囊入邊，自然脫得快，效果又明顯。淺色加幼細毛髮，黑色素少，激光捉唔住，咁就一定會脫得慢啲。至於私密處位置呢？私密處嘅毛髮一般係偏粗同深色，理論上就脫得快好多嘅。但係點解都會有人覺得慢嘅呢？因為呢一個位係荷爾蒙影響最大嘅部位之一，即使你打咗，身體都可能令到部分毛髮再生，所以係需要打多幾次，令到個效果出嚟，同埋維持個效果。總結一下，深色粗毛髮會快啲，淺色幼毛髮就會慢啲。荷爾蒙強嘅位置就更加要有耐性打落去啦。京師醫療中心佢哋用嘅機係屬於3波長激光脫毛機，755、808、1064全部都有，即係由深色粗毛髮到淺色幼毛，甚至乎係膚色深嘅人，全部都啱用。呢一部機有咩好處？第一，3波長齊，覆蓋面廣，755可以捉住深色嘅毛髮，808做全身最穩定，1064對於一啲深色皮膚就最安全。第二，痛感低，有冷凍系統，比起傳統橡筋彈嘅呢一部就會溫和好多，同埋好容易接受。第三，能量穩定，效果實正。第四，打得快，大範圍手腳背脊唔會打到你叫晒救命，打得快，效率非常之高。咁呢部機又有啲咩唔好呢？我覺得最多都係能量太高，有機會紅同熱，呢一點就好睇治療師手勢啦。呢部機最大嘅優點就係3波長齊，痛感低，效果穩定，性價比高。缺點就係打一啲淺色毛髮就會慢啲，同埋要跟周期做。不過呢啲都係激光固有嘅限制，所以其實我都唔覺得係乜嘢缺點。帶大家睇下我當日去脫毛嘅實際情況。京師醫療喺旺角家樂坊，交通好方便，環境走簡約路線，乾淨企理。如果你之前從來冇做過脫毛，第一次上去記得唔好自己剃走啲毛，留翻俾治療師睇下你本身嘅毛髮情況，佢哋會教你之後做村民前2日應該點樣自己剃，到正式做療程嗰日上到去治療師都會再幫你處理好啲毛髮，所有工具佢哋都會做好消毒。脫手基本上係冇乜感覺。但去到bikini位置就真係 feel 到有料到，打落去嗰下我係會自然縮一縮，唔可以話係唔痛。不過比起以前嘅機，佢呢一部嘅痛感，我覺得已經唔算高。以我咁怕痛都頂得住，應該好少人會接受唔到呢一個痛感。我係一個超級無敵霹靂勁怕痛嘅人，我打耳門嗰個耳窿係打咗1年我先至打到，即係打耳窿咧，佢會揾支孖架筆喺你要打嗰個位點一點噶嘛，佢一點落嚟咋，我即刻縮，同埋已經開始想飆眼淚。
所以脫毛究竟痛唔痛？我真係超級有資格話俾大家知，最痛嘅位一定係私密處，即係大家所講嘅 bikini 位置。因為呢個位真係比較敏感，我都有同治療師講清楚，千祈唔好因為我怕痛就幫我校低個度數，到時搞到大家都以為唔痛，其實你係校低咗個度數，咁就麻煩啦。出邊有好多美容院見到你怕痛就會即刻調低度數，務求你打到為止。只要你打到就會科水，但係效果就未必會跟得上啦。我係用正常度數去打，用我嘅痛感 level 做標準，我都接受到，應該冇人係會接受唔到嘅。咁當然啦，唔係完全少少感覺都冇，但係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到嘅。挨位嘅位置咧就真係有少少痛，不過嗰種痛咧，我覺得係大部分人都忍到嘅，因為嗰個位好短嘅啫嘛，好快就打晒。除咗痛之外，最多人擔心嘅第二樣就係尷尬，好多女仔都想做 bikini 脫毛。就係因為怕尷尬，所以一直都唔敢開始做。但你要記住一樣嘢，尷尬通常就只有你自己覺得嘅啫。對治療師嚟講，呢個真係日常工作。佢哋每日處理咁多個 booking，而且脫 bikini 嘅過程真係快到你個腦都未開始亂諗嘢，佢就已經脫完。我冇方法教你點樣令到自己唔尷尬，但係當你完成脫紋之後，見到嗰種乾淨、方便、舒服同埋清爽感，你就會覺得尷尬呢兩個字真係一啲都唔重要。最後溫馨提示，如果你係成熟年紀想做脫毛嘅話，就真係唔好再拖，唔好猶豫，即刻去做。因為激光主要係針對毛髮入邊嘅色素，當毛髮開始變白嘅時候，效果就會大打折扣，甚至乎完全脫唔到，一啲都唔出奇噶。由有太陽拍到冇太陽，開盞巴黎鐵塔等個畫面懶係靚少少咁樣。好，我哋繼續。另外都要提一提，第一次做 bikini 脫毛有個好多人唔知道嘅隱藏副作用，因為冇咗毛髮做導流，去小便嘅時候就有機會去到周圍都係。我就係親身舐嘢嘅其中一個表姐。第一次脫完 bikini，我係完全醒唔起呢樣嘢。去商場洗手間，一去小便嘅時候就炒晒粉，唔係普通嘅炒粉，係好嚴重嘅炒粉，直頭係癲撚咗咁樣亂咁肥啊！肥到我條牛仔褲同埋 under 全部都係小便啊！即係你諗到個畫面啊，都覺得好撚嘔心啊！我當日就好彩，咁啱隔離係 U 記，同埋我係同個 friend 一齊，我就即刻喺洗手間打電話俾佢，喂，你幫我而家嘭嘭聲喺 U 記嗰度買條褲同埋買條底褲入嚟廁所俾我。我 friend 即刻問我咩料啊你？我話你冇撚理啦，你總之而家幫我買條底褲同埋買條褲攞入嚟廁所先啦，我成條褲同底褲都係尿啊！所以大家做頭幾次 bikini 脫毛咧，就真係要小心啲，唔好好似以前咁一坐低就即刻去小便。你係需要慢慢調整翻角度，同埋慢慢揾翻啱自己嘅姿勢。習慣咗就冇嘢噶啦，過一段時間去小便就會回復翻自然。前面講晒原理、流程同注意事項，嚟到大家最關心嘅就係 money。京師醫療中心而家做緊每個部位每次380蚊，做完即刻就得，下次再嚟先至再俾錢，唔需要買 package， 夠晒 straightforward。不過我都要講清楚，幫大家爭取之餘，亦都明白美容院嘅營運真係非常辛苦。呢一個價錢可以做到幾耐，我唔敢擔保。價錢有上有落係好正常，唔會永遠定住一個價，等你慢慢嚟做。所以如果你做完覺得服務好，開始見到效果，又想買個安心繼續做，你可以自己衡量逐次俾，定係預先買定幾次，完全係睇你自己需要同預算。另外，今次合作我最重視嘅一點就係，如果你睇我呢條片想去做脫紋，你係唔會承受任何銷售壓力，呢個係我同佢哋溝通嘅重點。佢哋亦都同意會按照我嘅原則，提供一個乾淨、舒服、唔 push 嘅體驗俾大家。當然，我都要講翻一啲現實嘅嘢。美容院本身都有佢哋嘅營運方式，我唔會講到所有客戶上去都一定係零銷售咁誇張。但至少如果你係因為睇我呢條片上去做脫毛脫紋，你得到嘅就係零銷售模式體驗。如果你真係遇到好唔舒服嘅情況，例如黑 sell、逼你買 course，講極都唔完，唔想放你走呢啲情況，你可以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一嚟可以俾其他消費者做參考，二嚟亦都可以俾翻美容院自己做檢視同改善，大家互相幫手，一舉兩得。其實會唔會咧得我一個拍片呢？叫大家上完間美容院之後有啲咩 hard feeling 呢？就留言同大家分享。我真心覺得京師醫療真係好夠薑，佢要對自己幾有信心，先至可以俾我喺條影片同大家講啲咁嘅嘢。我想講一兩個唔好嘅留言呢，對美容院嚟講就真係唔係啲乜嘢。但係如果一大堆惡性嘅留言呢，對美容院嚟講真係好撚大件事。嗰個大件事嘅程度係真係好撚大件事咯。而且呢條片出咗之後，只要佢哋真係做得唔好嘅話呢，
就隨時會有我頭先所講嘅一大堆唔好嘅留言噶啦。呢個對佢哋公司嚟講，我諗真係一個好大嘅挑戰。又或者咁講咯，佢真係對自己好有信心。如果你有想去做脫毛村民，而又想留言同大家分享，都要記住一點，就係要用翻一個正常人嘅心態去留言。好多消費者真係好撚奇鳩怪嘅，覺得俾380蚊做一個村民，但係要有6星級嘅酒店式服務。我明白好多人會覺得我俾380蚊，你唔係真係俾翻380蚊嘅服務質素我噶嘛？呢一點我係非常之認同，但係我絕對唔會俾380蚊要求人哋俾6星。唔好啊，6星真係太撚高啊，5星我都唔會要求人哋俾啦。如果你係屬於呢一類型嘅客人，你真係唔好上去搞鳩人哋啦。好啦，話晒都係我第一次介紹美容院，我一定會盡力幫大家爭取啲優惠翻嚟。今次頭50個預約，仲會額外有50蚊優惠，大家千祈唔好睇少呢50蚊，以380蚊一次嚟計，真係減得一啲都唔少噶。如果呢間美容院係由我做 operation 嘅話呢，我就肯定1毫子都唔會減俾大家。380蚊都嫌貴呢，你唔好嚟啦。我好怕啲客呢係3嚿幾水都仲同你講，會唔會有得再平啲呢？會唔會再有更加優惠呢？我今次嚟減50蚊，我可唔可以下次嚟都減50蚊呢？我可唔可以做7個部位？咁7個部位都減50蚊呢，即係7535咁樣呢？我一啲都唔苛刻噶，但係大家都要明白，380蚊仲要減落去嘅話呢，就哇屌，生意真係好撚難撈啊！如果380蚊都嫌貴嘅話，就咁你揾第二間啦。50個名額真係好鬼少嘅咋，打個乞嗤就冇噶啦。有興趣嘅話喺下面 info box 有條 link，直接 click 入去，你就可以攞到優惠噶啦。如果真係逢一聲嗰50個 quota 冇晒嘅話，到時我睇下可唔可以再幫大家 out 到 quota 啦。不過都係嗰句啦，優惠嘅嘢真係服一聲就完噶啦。有興趣嘅話，快啲 booking 啦。呢條片係我第一次正式介紹美容院，我都好想知大家睇完之後有啲乜嘢感受。呢啲資訊對你哋有冇幫到手？又或者會唔會突然間令到你有少少衝動想去試下呢？其實以脫毛嚟講，4至5星期先做一次，幾百蚊一個部位，呢個價錢真係罕有咁親民，唔需要諗到咁複雜，你只需要試一次就會知啱唔啱自己噶啦。如果你真係去咗做村民，覺得佢哋服務好，痛感可以接受，效果又開始見到，記得翻嚟留言話俾我知，等我都可以知道今次嘅堅持、認真去篩選同溝通係咪真係值得，而呢一個決定又係咪真係幫到你哋？你哋每一個留言仲將會係我之後仲會唔會介紹美容院嘅答案。多謝你睇到呢度，今次條影片就去到呢度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，一有時間我會盡量回覆大家。我哋喺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 ，peace。